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伫伊的恩典内面，咱搁通一摆伫伊的圣会内面来参加主祭，做伙来敬拜上帝。伫咱分享今日的信息之前，请咱大家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的主，感谢你为着阮遮个罪人，你放下你家己的性命，你为着要来拯救阮。诚做阮这一生内面的朋友，恳求你也帮助阮今仔日伫你的话语内面，阮有会当听的耳孔，有会当领受的心，会当来明白主你伫阮生命中的旨意。阮将下面分享的时间交托仰望，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的经文真短，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伊即在圣言节，我毋知对咱来讲，敢会真容易来明白吼。伊即在圣言节，这个是我的，对。伊即在圣言节是讲，若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当快乐。保罗伫咧12章对哥林多教会讲一个是关伫属灵温素的重点，确实12章真长吼，我今日敢用一节，毋知大家兄弟姊妹会感觉是安怎？12章那么长，是安怎团得敢要经一节吼？其实这节经文是我1月11号。要伫中会牧师资格所分享的一段经节所以牧师就建议讲我提早吼，伫咱的兄弟姊妹的主日来分享安尼，所以望信心帮助，互咱拢会当听会当明白，嘛有开来当行做。保罗伫12章内面伊是咧讲属灵恩赐、属灵温素侪无共款。有侪无共款，但是遮有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安怎，所有的人的温素无共款，爱成做一体，要来做荣耀基督的身躯安尼。伊用身躯做比喻来讲一个概念。伫咱今仔日遮短的经文内面，伊咧表达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虽然拢无共款。但是咱却会当伫一个原因内面来合一，咱用运动来解说，用运动来解说这个观念吼。真侪甲团队合作、团队要来竞争这款的运动吼，咱可能会当更较帮助咱去了解什么叫做无共，因为若是讲举迄单项运动。比赛来讲，咱可能较无法度了解，亲像乒乓乒乓迄是个人的技巧、技术的问题。但是，运动的例，咱就爱选择有一个团队合作的运动来帮助咱去了解啥物叫做无共。伫运动内面，有啥物类是团队性的竞争？大家敢想会到？篮球嘛，棒球嘛，排球、足球吼，搁有满大蛇，恁敢听有？对，因为我前几天暗时吼，在咧准备迄刚得片的时阵，我想讲有一点那个前言有一点遇到瓶颈吼，所以我就开迄电视，就看到咱的国片有一片叫做《志气》，伊是咧描写台北女中因咧挽大蛇的过程所以我就熟悉这个字我感觉这个咧真适合咱今仔日主题的分享吼，有团队竞争的运动，团队合作。团队合作的运动会当帮助咱去了解保罗咧讲的精神是啥物。举挽大蛇来讲好牛大蛇，吼，牛大蛇来讲吼，要安怎才会当得到？要安怎才会当赢？
在成员因爱有共同爱去训练甲培养的代志，有啥物代志？我们小时候都有拔河的经验呐、啊，是爱安怎才会让溜赢？一起很广泛呐、一起看裁判也是一起啊，用力嘛，出来出赶快嘛，啊，节奏爱赶快，你的 tempo 爱赶快，无你规条绳啊，十几个人啊，逐个人的节奏拢无共款，迄力会安怎分散去？会分散去吼。所以因爱练习，因平常时都爱练习共款的呼吸、呼吸啊，呼吸。爱有练习，爱有共款的呼吸，共款的节奏，搁有上重要是爱有共款的目标。爱有共款的目标，就是要扭赢对方啊，啊来针对遮的来做训练。好，啊简单举一个咧吼，啊转来到伫咱教会咧，伫教会内面，咱其实安怎？咱啥物拢无共。伫教会内面，咱啥物拢无共。咱无共款的年岁，咱无共款的成长的背景，咱无共款的教育的程度，无共款的家庭出身，无共款的社会的经历，搁有无共款的专业。吼，今日咱成年主任要分享的荣浩吼，伊是清大的材料学博士。啊，所以要来跟咱分享哦，有不一样的专业吼，无同款的专业。所以咱珍妮是台大昆虫系，毋过伊会晓弹琴，伊的专业无同款。会晓弹琴的，敢一定会熟悉材料学来的专业，无一定嘛。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有侪无同款的人，有侪无同款的性命。所以即款。伫教会内面虽然无共款，但是咱是安怎会当合一？咱敢有共款的目标？伫咱教会内面，你边仔坐这位兄弟姊妹，敢有甲你有共款的目的、共款的目标坐伫遮？敢有？恩宇跟嘉恩，恁坐伫遮，敢有共款的目标？所以恁坐伫遐，坐伫遮，敢有？有啥物？这要挑战一下，所以恁即马敢会当随讲出来。恁共款的目标是啥物？所以恁坐伫遮。秒答。啥物？讲较大声诶！来聚会是咱共同的目标，兄弟姊妹，恁敢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太同意。加油吗？其实吼，这个问题真挑战吼。想到我会安尼讲，我咧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阵，我嘛咧想讲，啊主啊，其实你的道理、你的话语拢足简单的啊，白字白纸黑字，读嘛是读有，但是当咱这个时间，共款这个时间做伙坐伫遮的时阵，咱所有兄弟姊妹所想的，敢拢共款。所以保罗伫遮咧提册。哥林多教会，伊即则经文毋是下伫12章内面，伊是伫12章的13节。咱若是有台语和日本的圣经吼，咱会当小显一个台语和日本的。伊伫12节的12章的13节，伫讲咱是安怎兄弟姊妹当成做一体，是因为伫伊的信仰的观点内面讲，因为咱拢是对同款的一位神来领洗礼。伫教会兄弟姊妹是因为这件代志，所以咱成做一体。所以咱成做一体，伫上帝面头前成做一体。咱捌受洗伫一个神，来受伫一个身躯，也拢总捌啉一个神，就是透过洗礼吼，佮有圣礼殿、圣餐的分享，来提醒咱甲上帝是属伫一个身躯的。但是
倒来去到伫运动的即个例来看，即个合一其实毋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毋是因为伊是运动员，所以伊一定知影什么叫做团队的合作。因即个运动的团队，因来做伙去学习，找到要安怎合一的方法。所以安怎？所以因会分工啊。U 大社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们知道吗？毋是所有第一礼拜到上尾一个功用拢同款，大家知无？家人知道？没有啦，你只是很认同我在表达事情这样。U 大社吼，底下那个影片里面，我也是透过那个影片，我才能够去了解第一个爱做的代志，甲徛伫上尾迄个会要做的代志是无共款的，很细腻。啊，中央摆伫中央遮的人，嘛爱做无共款的代志。第一个人爱帮咱大家去安怎，要把绳子压下去吼，就是他做了一个领头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但是最后那一个嘞，上尾起来拢足大颗的无，迄个体重足重要的，因为迄个爱经上大颗的，是因为伊爱稳住什么？伊爱稳住整个方向，伊迄 U 大所以它有一个轨道。然后因为大家中间咧出来的时阵会歪出，因为大家可能有一寡对这朋友，一寡对迄朋友，所以伊的迄绳啊就会歪出，所以徛伫上后壁，迄个是负责安怎固定，甲大家安怎固定掉，唔通乌白走。这个困难卖互伊散去。所以虽然是一件代志，但是所有参与伫内面。每一个成员，因拢有家己安怎爱负责的工作。这是一个运动团队，因爱去合作去找出来，要安怎会当甲大家安怎，甲大家开来组织做伙，安尼才会当安怎达到因的目的，就是爱赢。所以转来到伫教会内面，我头仔问讲，咱逐礼拜坐伫遮，敢有共同的目标？其实一时之间吼，有些人可能想得到，有的人可能搁爱沉淀一下吼。我这么10几20几年来坐伫遮，唔知是为着啥物？这个有些时候需要沉淀思考一下。不过咱来看一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一开始这个书信，这是一张批。我咧读我咧准备这段时阵，我咧搁甲整篇再从头再读一次的时阵，我有发现吼，伫哥林多的批，写互哥林多的批一开始的问候内面有提到讲，这间教会是安怎的一间教会？咱才搁转来想看嘛，咱古典教会是安怎？伫哥林多前书1章20安尼讲吼，批寄互上帝的教会伫哥林多的，就是踮伫基督耶稣正式受掉最圣道，一个记纳达所在，求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主是因的，也是咱的。这是保罗咧写哥林多这张批的时阵，一开始安尼来称呼这个人，所以。那个进去，你可以帮我一下。还有伫1章50到70，伊讲，因是伫基督内面，凡事拢富裕，佮真有口才，财目，交臂，亲像基督的干净，得到坚固伫恁的中间，所以。地教恁伫遮的文书无一项无教养来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安尼念台语吼，年轻人自己要跟上一下吼，所以我帮你们打一下中文字。所以他们的身份，因的身份，伫批一开始安怎来讲？因讲，因是伫基督内面已经互人安怎？已经互上帝分别做成。
伊是受调来做圣道，甲逐所在的人做伙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因个宣告，保罗个知影因的基本教义，伊承认基督是因的主，也是咱的主。因的身份安尼有合伫信仰的规范内面无？很合圣经嘛，对吧？就合伫圣经，无啥物毋对。因是逐项拢有，佫真有口才，因才华佫真丰富。伫文字顶面无一项对袂着人，嘛无一项是无教义的。因佫温困毋忘主基督的显现，因佫有这样的积极度，所以咱看到，对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间安怎的教会啊？是一个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教会耶。你伫安尼的描写内面，你其实找袂到这间教会安怎无好的所在，需要搁安怎，搁来该指教。保罗咧写这张批的时阵，因人无伫这间教会内面哦，咱来了解哦。所以对远远的人的圣公听到这间教会，拢会安尼甲学乐，拢会安尼甲学乐。遮尔啊完美的一间教会，是安怎需要保罗搁甲指教咧？是安怎搁需要保罗来甲因这么完美？根本就应该来讲，因是无问题的教会啊，对无？安尼是安怎保罗要搁甲因提醒？其实咱对经文来撒等于来思考因的问题是啥物？是不是完美就是没问题？吼！伫今仔日经文讲，若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当快乐。原来伫哥林多教会内面，有文士，毋是因上大的问题啦。有文士，毋是因的欠缺，有才华，有知识，有口才。有能力，原来不是这间教会的欠缺跟问题，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咱的经文若是对头前搁去看，咱会发现，原来哥林多教会因是一个足有文士的，确实文士就是因上大的问题，确实有文士是因上大的问题。因毋是有心要服侍、要起造、要治理教会，煞无能力。因毋是这个，因的问题是，当大家拢有文书的时阵，在应用、在治理教会的时阵，因带来，因带来教会纷争甲问题。咱真学伫想象，有能力、有智慧、有文书的一间教会，是安怎活出迄款的性命的时阵，要共同治理教会的时阵，确实为教会带来一切纷争甲混乱。有文书，大家拢有文书做伙，既然会发生有纷争的代志，这是安怎讲？保罗伫遮要提醒因。这是一个咱现在的教会嘛，真需要去思考、面对、甲学习的所在。诚做一体，对不起。所以，这间完美的教会，无等于讲这间教会无问题啊。这么有文书的教会，无等于讲这间教会就是无问题。所以，诚做其实是保罗起造教会真重要的信用思考。诚做但是诚做嘛是教会真大的挑战，甲试炼，甲试探一线之隔。诚做嘛有可能是教会真大的试炼、试探。是安怎讲咧？因为诚做若是教会的目的，
安尼诚做是一个行动，咱诚做一体，做伙去行动本身都有意义。但是诚做伊若是基础，安尼教会就爱受挑战，去思考诚做伊的时阵，咱选择来要做啥物代志，要做啥物代志。伫旧约圣经内面，顶礼拜虽然即书伫透早祈祷会分享伫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迄当阵的世界嘛是安怎？嘛是一体啊，因为有共同的目标无？有呢，因为有共同完成的计划无？嘛是有呢。但是即个诚做一，诚做一体，即个诚做一，煞惹着上帝的生气，是安怎？因为伊要归荣光，互啥物人？互家己的名，伊要归荣耀，互家己的名。所以就来圣经之书咧讲，伫新约的时阵，伫五旬节迄个时阵，大家受圣神的充满甲感动的时阵，大家人用无共款的口音，拢咧讲共款的一件代志。迄件代志就是安怎？就是咧讲上帝的荣耀安怎行做伫人的世界内面。迄嘛是一个诚做一，但是因为目的无共款，所以诚做一间教会要诚做一体，是真大的挑战，嘛是真大的试探。对教会来讲，咱要诚做合一，吼，我用合一吼，较属伫咱教会使用的语言内面吼，如何成为合一的团体，一个团队，一个信仰团体，安怎诚做一？真侪咱拢讲安怎？咱就做伙同工就好啊，这就是一个合一的什么见证？咱可能教会敢有合一？敢有？比如老师非常肯定吼。因为伊所服侍即个圣歌队吼，咱也看到咱所有成员的努力，做伙伫遮归荣光，用俄罗的嘴来归荣光互上帝吼。所以，比如老师就有即个感受，因为即个圣歌队吼要唱出欢喜俄罗的声，爱经过真侪学习，搁有拢顺好伫老师的指导内面，遮迄细声，遐大声。比如老师讲，一开始遐细声，就有人讲，袂使，我的声真好，我要唱甲足大声，就没有合一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所以相信比如老师吼，很能够感同身受吼，这款的同工，啥物？伫教会内面是安怎来看待咱安怎同工的？伫圣歌队内面吼。同工嘛是一款的分工，对无？这实在啊，因为一首要学落的诗摕出来，就至少爱分啊嘛，四部的音拢无共款，所以伫同工内面看到这分工的责任，甲分工的水的所在，大家拢认真伫家己的声部上面，就诚做一个和谐。甲一个水的声，伫即个现实顶面，就诚做一，成为一个一。所以我是安尼看待，其实同工分工傻分不清楚，到底传道是在讲同工还是讲分工？到底同工是不是等于分工？分工又是不是跟同工不一样？所以咱若是对字面来看吼，咱可能会当家己。凊彩掠咱家己的意思，但是伫信用的团体内面，咱有一个方向，会当做伙来学习。诚做一，咱的同工甲咱的分工是安尼来看，伫同款的事工顶面，咱分工合作。大家敢有同意这句话？伫相款的事工顶面，咱是同工，但是要完成这个事工，咱爱分工合作。就亲像咱过去咱高点教会，我以前伫遮做新学生的时阵，有暑假的儿童营，然后也有圣诞节的儿童营，看起来敢若亲像一个事工，对无？但是有真侪人安怎？
真侪人伫遮来做伙同工，做伙安怎分工啊？能不能演戏剧的人就说啊，我们演戏的人最大，所以所有的人都来演戏。啊，没有人制作道具，安尼袂使啊！这样子时间到了啊，大家徛伫搭顶，无道具，无灯塔，都无水啊，就没有办法增加戏剧的精彩跟活泼啊，对不？所以伫一个戏剧要呈现进前有大家人无同款的元素来做这的分工，所带出来这款的合作，会看到成为一的这样的一个。伫这信用内面，真做一个真水的代志。啊，伫每年我相信伫大间教会每年要做的事工相款的事工顶面，有无同款的代志甲策略嘛？亲像咱今年度中纪会嘛，甲所有的活动礼拜合作一工啊来完成。这拢是虽然无一定拢讲最完美，但是咱伫这内面嘛是拢会当经历到，这一天大家是一起分工合作所做出来，有同款的目的，是为着要安怎？来归因更互上帝啊！所以伫过程内面，咱会当享受到分工合作的喜乐，这个是正面的啦，对不对？伫一间教会，敢是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一定是对的，拢一定是水的，拢一定是快乐的，拢一定是喜乐的。我想无的确一定是安尼，所以要真做伊，唔单是伫同款的事工顶面分工合作，伫相款的责任顶面，咱爱有一款共同分担的心情，这才会当圆满伫每一个要做伙服侍。要做伙服侍的同工，也是讲事工顶面，会当去看到咱生命的成长。咱伫信用内面所做伙做的代志，唔单单是伫正面的事情、好的事情上面，咱才会当得到生命的成长。伫一寡错误顶面，伫一寡做唔好的顶面，咱嘛会当做伙来学习到基督的宽容、甲接纳。这块嘛是一种对生命的什么？一种诚恳，一种扶持。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咧讲合一，不是只是以和为贵的合一，是伫同款的事工顶面，伫同款的责任内面，会当有分工合作的态度。所以，甲大家分享这2句话吼，这是华语。分享的快乐会是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省。分享的快乐会是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是格外的轻省。这嘛是适用伫咱家己的家庭生活内面吼。所以保罗甲教会看做一个整体，唔是各自为主的，因为伊伫保罗的批内面有提醒讲，咱拢是因为有上一个主，上一位神，神就是圣灵，上一位神伫咱的生命头前，所以咱伫教会内面咧同工咧分工的时阵，虽然是照咱无同款的元素来分配咱的工作，但是唔是照咱的大小。咱的熬也是无熬，也是讲咱这份的悬也是低，嘛毋是照人的价值来判断咱做伙做的代志。更较重要的是，咱的无共。伫教会，咱每一个人拢无共，这原本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亲身来调和这个属伫伊身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免伫身躯不协调啊，总是爱咱平三罐讲，总是爱咱百体平三罐讲。我讲的这段经文是伫咱今仔日的经文的头2节。咱的肢体，咱的兄弟姊妹彼此咧同工的时阵，爱互相照顾，所以咱的无共款，伫教会内面的无共款，无应该带来分裂。都不应该分门别类，
毋是因为你会遐个代志，甲我会遐个代志无共款，所以咱拢无共款。总是咱若是愿意伫主的面前来互相扶持、互相眷顾，教会是一体，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就一体受阳光，百体就会当快乐。所以真做伊是目的，真做伊是要为着要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做伙，跟主耶稣基督荣辱与共。所以咱教会爱面对的，甲爱思考是要安怎真做一个合一伫上帝的面头前。保罗用具体的画面，还用肢体吼，眼睛、耳朵、嘴巴、手，袂当凊彩斗，嘛袂当讲我是目睭，我无爱手；我是骹，我无爱做耳孔。伊提醒哥林多教会，面对教会内面的无相款，莫带来比较啦。莫讲啊！你较贤服侍，你去服侍就好啦。我着含慢啦，我着伫下骹看就好啊。我嘛上无着替你祈祷嘛。毋是不同，不要带来比较。伫教会内面，咱来学习互相欣赏。所以保罗针对这点，用身躯来做比喻来甲因回应。伊嘛提醒讲，温书的来源，拢是出伫主。咱服侍有无共款的积分，接纳做代志的方式有真侪种，所以才会当有合一。合一是一款的对信仰的认知啊，对上帝的相信，嘛是你信仰回应的一款的选择。你当你伫教会咧行做咧服侍啊，咧斗相共的时阵。上帝要看的是咱的内心是安怎想这件代志，所以安尼做。所以提醒咱家己，嘛提醒咱家己的教会，咱咧做代志的时阵，爱有这款敬虔的心来行做，才合伫主的欢喜。咱其实咱高田教会往年吼有做伙参与真侪代志，有做伙同工真侪代志。我伫咧写我牧师资格报告的时阵，我有等于现咱40周年、50周年的纪念册伫遐有看到真侪无共款时代的大家。虽然有的人我。有时候认不太出来吼，因为经过年岁的那个历练，但是看一下苗嘛是哦，原来猫咪姊妹、猫咪兄弟啊，这是你以前20年、15年进前的样子吼啊，曾经参与了事工，什么样的事工，担任了什么样的职分吼，好的感受了。我其实咧看这个。过去的时阵，我是感受到教会确实是属伫上帝，伊亲身来掌管，伊亲身来带领，伊亲身来起造咱每一个服侍伫伊面头前的。所以嘛，提醒咱吼，身份无的确一定互咱会当合一，能力嘛无的确一定会当互咱合一，意见。无共款相共，嘛无一定会当互咱合一。只有当教会咧明白讲，咱拢是面对同一位上帝，咱拢知影咱的无共是因为对圣神的领受是无共的，咱才会当享受伫每一个人迄无共款的才华、才情，甲因的恩赐所带来，丰富这间教会的使命。所以，若无共同的眼光、归荣光互上帝，互人得到利益。咱毋干那无法度伫同一个方向有一致的心，嘛会干那伫迄个事件顶面，干那看到一个会晓做代志的人，甲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安尼尔。因为干那看到遮，无法度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无法度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咱今仔日有各团契的会长的就任式。所以嘛，照着今仔日的讲道来提醒咱各团契每一个亲友们，咱选出会长来，敢若是要互会长做代志尔，是吗？
哦，所以我问了，就大家都说一定不是的这样子，但平常就好吧，就是也没关系。哦，袂使啦吼！啊，咱新的一档内面，咱所有的人，不管你有结婚、有新婚，有也无，拢唔是上重要的代志。上重要的代志是，咱咧婚工的面顶，咱拢会知影讲，咱是要做伙来服侍上帝，服侍兄弟姊妹，互人得到利益，互上帝得到荣光、荣耀、受称赞。唔望这新的一年内面啊，来我们有一步一脚印的来学习、来成长。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内面，互阮有一个提醒。阮虽然常常有真侪文书、才情、甲才华，但是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有一粒谦卑、温柔的心。知影，会通知影，这拢是对你遐来的恩典甲恩赐。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无看家己是无够也，是欠缺。互阮知影，对你遐来，阮会当有一切的方式来服侍阮的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求你也赐福帮助固定教会正兄弟姊妹的成长，会当互阮的性命拢活出合主你心意的性命。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即是要来举行一下咱各会长的。